今期嚟睇睇我哋拱北青茂口岸嘅物業，100萬出頭買房送兩地車牌。而家睇睇我哋64平方嘅3房示範單位下，諗南向客廳出露台嘅標配3房，客廳到露台都係送一半面積嘅，使用率非常之高，精裝修交付標準。咁再嚟睇翻我哋廚房啦，U 型廚房做好明窗，配置好爐灶3件套，廚櫃一體全部做好嘅。我哋洗手間都做好乾濕分離，每個房間嘅採光都好充足嘅。小區係70年產權嘅純住宅商品樓，如果每日珠海、澳門兩地通勤呢個盤真係首選嚟嘅。步行過關800米做到屋企啦，節省好多時間。自住通勤方面，如果出租都有穩定嘅收益，首期30萬就可以買到口岸3房。有興趣嘅老闆評論區留言，經紀兩帶你實地睇房。專車接送，享受內部折扣。我哋小區除咗3房，仲有1房1廳同埋50平方嘅2房嘅。需要嘅老闆評論區留言，發資料包俾你。